即马天气较寒，乡亲就要穿好少，唔通感着。咱国内流感即马长底牙、长底炭，疾管署有警告讲，伫新正过年这个时阵，流感的疫情会是上界严重的时阵。若咱国内伫顶礼拜佫增加10个流感死亡的案例，对10月份到达已经有85个流感死亡的案例，这是10年来上济。疾管署也提醒乡亲，对今仔日开始，全国满6个月以上也未注过流感公费预防针的民众，都会当去注射。国内顶礼拜增加10例流感死亡个案，其中上少年是40多岁有黑骨喘病史的女性，伊伫11月底因为扫甲真厉害会喘，去诊所，迄时阵救是一般感冒食药了后无明显改善，到病院发现正病的肺炎合并呼吸衰竭，有败血性休克，确认感染 A 型流感，伫家护病房3礼拜了后不幸过身。目前流感的疫情呢，已经正式的进入了一个流行期。那根据我们疾管署的一个预测呢，流感的疫情呢会有持续上升的一个趋势。那到了农历的一个春节前后呢，那到了会达到一个高峰。那我们预计呢，大概会有15万人次左右的一个就诊人次。疾管署资料显示，日本、韩国流感疫情拢升悬，尤其个人常常去的日本，最近流感甲新冠疫情拢正严重。虽然拢有疫苗用放宽，暗过做了后按2礼拜才完整保护力，提醒民众出国进前应赶紧注疫苗。另外，国内长病毒门去进就进人次虽然比顶一礼拜下降，暗过依然伫流行期，而且佫新增2例重症个案，包含不满1回幼婴感染伊科病毒11型，另外一个南部10多岁囡仔是确诊感染肠病毒第68型，好加在2个个案拢经出院。E68型造成的这个肠病毒的症状跟我们熟知的手足口病或疱疹性咽腺炎比较不一样，它可能就是一般感冒的症状，所以比较在临床上比较不容易区分。那不过它如果造成重症的话，它可能的情形是像是肺炎啊、脑炎，或者是像这个急性无力的肢体麻痹，都是有可能的一些并发症。疾管署也公布，国内增加3例麻确诊病例，一例是为感冒剂境外移入，2例甲本土病院群组事件有关系。国内麻感染甲境外移入病例数是近5年同期上悬。那去东南亚国家这流行地区，应注疫苗了后，才去出国降低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